美丽大海风景以及达悟部落造就咱厝的风土甲人文。那当前因为这支纪录片，互议员卓淑慧伫心中立下为咱厝学童送鞋仔的心愿。如今发起珍爱咱厝的公益活动，这项善举得到一个爱心团体甲人厝的共同加入。谢谢大家帮我们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愿望。看到这个影片，我觉得那个小孩子他3年级寄去的那个他的脚掌，到他爸爸买回来的时候，那个鞋子已经不能穿了，可见他爸爸已经试过很多天、很多年，他才把鞋子带回去兰屿。可是他常要穿着他的新鞋去上学，就发觉鞋子已经不适穿了。所以这个点让我有一点感动吼。日前，伊家己为293位学童亲自挑战鞋仔，连试水都会当指定。除了鞋仔，院长屈丽丽也捐出的功能号码包，另外还有各方捐赠的凉被、帽仔、食物等等。短短2个月的时间，会当得到各方的赞助，实在是无简单。市长黄伟摕甲议员王家珍知影这件代志了后，也学了卓淑慧的爱心。特别的感谢所有议员还有所有的各位好朋友一起来跨过这个县市的疆界能够把爱心关怀到兰屿。我要特别谢谢淑慧议员这么多年在台南市议会，我们一直是好姐妹，选区不同，但是呢，我们都有一个同样的信仰、同样的价值。怎么样多行善？怎么样拿出正能量，让我们的社会有爱，让我们的社会有关怀。除了物资，也陆续募到各方的捐款。议员卓淑慧将对咱厝公所75岁以上，总计135位长辈，每人递赠1000块的敬老金。村内就捐予这的学童作为救助学金。18号，因将前往咱厝，将这的款项甲物资送到因的手头。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